不仅你需要敏熙，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熙。只要敏熙在，他老爹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公司啊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，兄弟？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实点，你不能再像那些愣头青一样重新创业一遍吧？怎么样？不喝了。再喝点吧，喝点。接着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没再去找唐敏熙。我也知道他很痛苦，所以我不希望再打扰他。喂，你这朋友怎么回事啊？等这么长时间了，马上就到。最近没见到唐敏熙啊？别说见到了，我躲都躲不赢。听说他去香港了，疯狂购物，疯狂刷卡。哎，你说这有钱是好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这么有钱？哼哼。哎，来了。喂，喂，信号不好。